Sam，你睇下，而家全球化妝品產生超過120億個塑膠瓶啊！而家環境污染嘅問題真係好嚴重啊！你知唔知啊？而家美國咧每年都會棄置5.5億個洗頭水樽啊，係全球只有9%嘅塑膠係受到回收嘅。仲有數據顯示咧，塑膠係需要幾百年先可以分解到，所以海洋生物同埋食物鏈都會受佢釋放嘅微塑膠受到嚴重影響。真係環境災難啊！咁我哋平時用開嘅洗頭水同埋沐浴露，咁咪係兇手咯？唉，都唔知點算好啊！特別係去旅行嗰啲細樽嘅膠樽咧，用完即刻抌，執好晒嘅。咦，唔好喐住，睇呢個廣告。有冇諗過用固體鹼可以裝到液體洗頭水呢？ Barrier 就係你嘅解決方法啦。如圖所見 ，Barrier 有3大部分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仲加入咗橄欖油同埋南非國寶茶嘅精華。呢一啲精華可以防脫色、促生長同埋護髮。個花鹼係透過做法反應整出嚟嘅。橄欖油裏邊嘅甘油三酸酯同氫氧化鈉結合，生成花鹼同埋甘油。而喺起泡測試方面，產生嘅泡泡都算理想，質地夠滑又均勻。結果顯示，呢塊番梘磚達到咗預期嘅清潔效果。呢度用咗普魯蘭糖同甘油，經過溶解、水合糖成膜去製成嘅。普魯蘭糖係一種多糖，放入熱水就會溶解，令到聚合物鏈水合開始喐動同埋糾纏。甘油作為塑化劑，有柔軟嘅作用，風乾之後形成一層固體嘅薄膜。我哋做咗幾個測試去比較普魯蘭糖同薯仔澱粉嘅特性，包括完整性方面、透明度、溶解度同防潮度，斷定比較合適嘅原料。結果顯示兩個原料喺各方面都有理想之處，最終決定咗2溝，達到最理想嘅平衡。洗頭水係透過混合糖乳化液體卡斯蒂利亞肥皂同橄欖油而製成。我哋用咗離心機將南非國寶茶裏邊嘅多酚同黃酮類化合物提取出嚟，加入洗頭水度。因為洗頭水本身太稀，所以我哋加咗黃原膠嚟增調。去測試洗頭水嘅去污力，我哋做咗一個食物色素乳化測試，結果顯示啲色素幾乎完全留喺下邊層水度，證明洗頭水成功將污漬乳化並鎖喺水入面，好容易就沖洗得甩。帶幾個 barrier 上山，沖涼洗頭一嚿就搞掂，真係簡而精啊！哇 ，barrier 真係可以幫我哋減少使用好多塑膠物料喎。係啊，去旅行嘅時候仲可以慳位，帶少啲嘢，同埋唔使驚啲洗頭水、沐浴露漏晒出嚟添啊！等我而家睇下可以點樣買先。好啊！一齊都用鹼而精，旅行沐浴你最醒。